暑假期间，看到未少的家长陪小朋友来练考机车的驾照，因为报考的人真多，要考照拢要排队等待。因此，台南市政府甲嘉义区监理所甲机车教训班来合作，推出全国首创的机车教训班快考的专班。民众只要自费200块，就用个参加教训专班，考了驾照，还佫赠送安全帽甲抽奖的活动。我们真的很鼓励不管是初出社会的新鲜人，这个满18岁的人，或者是年长者，过去常常在骑乘机车都没有驾照的情况下这个冒险赌运气的这些好朋友，都能赶快来考驾照。考驾照就是能够养成一个安全驾驶习惯的开端。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也感谢交通部嘉义监理所的补助1300块，台南市也加码补助1300块，更感谢我们汽车驾驶人工会各大驾训班自己本身也能够降价，降低这个学费，然后这样子的话，只要200块就能够来参加驾训然后考取驾驶执照之后，还有一顶安全帽，这是天底下最好的事情了。这项政策除了中央补助1300块，另外市府还佫加码1000个名额，共到每人1300块，互陪同的家长拢大力来学了。之前毋捌听你讲过，今仔听你讲我知影，但是这个补助好啊，这个补助是好的啊。遐若有专业的人甲你教，当然是好啊。遐因人迄落有骑重机的，有迄落拢较专业的人骑车拢骑足久啊，当然是好的啊。政府这个补助嘛是真好啊，互因有一个安全骑车的概念嘛是非常好啊。除了机车教训班的学费补助，另外还佫有民间企业俊阳实业甲长进自贸兴业提供1000顶的精美安全帽，要送予考过的民众，以及礼券甲鼓噪金的抽奖。活动对今日起到9月底，名额有限，报名要紧。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